嗱，今日講講呢部捷豹一個維修案例。嗱，不得不佩服呢位車主對於維修嘅一個重視。一聽到部車有啲異常同埋唔妥咧，立刻就開返嚟中山揾我哋幫佢去檢查。經我哋深入嘅檢查，發現就係呢個正時齒打柴，導致正時延時，影響到部車冇力着故障燈同埋着車延時。呢個問題咧係非常之重要嘅，如果唔及時處理，分分鐘成副計都打柴啊！嗱，罪魁禍首就係呢個啦，石閥爛咗而導致嘅。咁咧，而家我哋按規範咧，佢嘅正時鏈牌正時鏈條鏈頂咧都差唔多到期啦。咁我哋一 set 過咧就，因為發動機內部零件咧，我哋一般都採取翻一啲正廠嘅零部件啦。咁樣就安全係數大大咁增加咗啦，都係用翻捷豹嘅一個正廠零部件。處理乾淨舊膠，然之後再安裝。呢啲車係冇正時記號嘅，所以咧要用翻專用嘅正時工具可以對得緊。喂，着車。係啊，故障燈咧就已經係消除咗啦。咁咧就一切都正常㗎啦。讀過電腦之後，系統一切正常。我哋中山寶德已經喺維修行業嗰度深耕咗27年啦。我哋有一類嘅維修資質，解決過無數嘅維修案例。如果你部愛車都有維修整備嘅計劃，可以過嚟中山寶德揾我哋，我哋免費為你提供檢查服務，出個合理嘅維修方案俾你。你講需要，我正專業。記得關注我哋中山寶德柯。